大家好，我係周五下班研究所嘅助理人曼如。咁我之前咧係有做過室內設計啦，後尾就轉咗去做服裝嘅，都做咗7-8年。跟住而家就同我先生阿良同埋仲有攝影師小輝，跟住就做咗呢一間周五下班研究所。雖然我自己有講到我哋以前係有做室內設計嘅，但係咧你講翻去做翻餐飲嘅，即係自己對呢啲唔係太熟悉，因為之前可能係做家裝啊，或者係地產方面嗰啲會比較多啲。咁好似呢個你話開放式嘅一個設計咧，都係慢慢去溝通出嚟。我自己都係揾到啲案例，跟住就同設計團隊嗰邊一齊去溝通。當時我揾呢個鋪位係睇中咗呢度係每一棟係舊樓嚟嘅，佢每一棟咧就得一個鋪位嘅啫，即係佢會比較幽靜。跟住咧呢度咧呢啲位咧係可以用得到咯，因為我鋪位係好細嘅，咁我盡量個空間可以向出邊用到就會更加好啦。咁客人坐喺出邊，我做翻個開放式嘅，係有一個交流咯。因為我希望呢件事無論係飲咖啡定係踩單車，大家係會有一個交流嘅，即係唔會去關住門喺度，小圈子喺度交流，即係可以去互相去識得新朋友咁樣咯，係啊。咁講翻點解個名叫做周五下班研究所先啦，係啊，即係其實中間我係諗咗好多名嘅。開頭講到我哋係其實好簡單，就係想做個驛站啫，大家嘅休息點。中途咧啲名咧都係會偏向翻去即係停留定係休息嘅一個名嘅。但係點解要周五下班咧？即係用翻上班族嘅一個心態啦、心情啦，大家都會向往週五一個叫做小週末啦。即係我希望客人過嚟呢度係一個最放鬆嘅一個狀態咯，所以就後尾就決定咗係用翻呢個名去開展。可能我自己諗法會比較多啲咯。你講翻店鋪嘅小細節咧，其實即係我哋個分工就等於係小輝佢會負責我哋成間店嘅一個視覺上嘅一個輸出，咁阿良咧佢會去做翻店鋪內嘅好似供應啊，定係品牌啊，甚至係出邊嘅溝通嘅一個小細節啊咁樣。咁我自己咧其實好多即係你睇店嗰度咧好多嘢咧係自己去做出嚟嘅，係啊，自己手工去做出嚟，好似出邊條柱啊，跟住我會去諗點樣會將條柱要做張台出嚟，跟住啲人可以喺出邊坐。之前有做室內有呢方面嘅知識喺度，咁會去慢慢去做呢件事咯。啱好我哋有2個男生，即係我有諗法，跟住佢哋會幫我去一齊去實現呢樣嘢。Hello， 我係阿良，我就同太太開咗呢間係我一直以嚟想開嘅一間咖啡店，但係我又唔想做一間比較傳統啲嘅咖啡店，所以就開咗呢間比較好玩啲嘅店咯。可能係我個人嘅諗法係有少少獨特，因為我策劃每一件事嘅事情，我就會先諗咗唔好個方面，所以我就每一件活動我都會先諗咗出現嘅問題，再去諗跟住落嚟要完善嘅嘢，所以我每一次活動我都會分咗2個步驟去準備。所以咧好多時有啲不足啊，或者咩情況之下，我都會有一個少少嘅後備去準備，預防呢啲唔好嘅情況出現咁樣子咯。Hello， 我係小輝。
平時咧就負責咖啡啦，同埋一啲活動拍攝嘅內容啦，係呈現出嚟嘅。七街瞓係我咁啱好想露營，跟住咧大家成日都話七街瞓七街瞓，咁咧就咁啱我揾咗個藉口，我生日，跟住就組織大家去南朗玩完啦，去露營咯，跟住諗住都係幾丁友，點知玩下成30人都有，就係咁咯。換一種方式咯，咁而家其實我哋偏向於戶外啊，所以喺戶外去發生生日，會比較特別啲咯。都有啊。首先講返中山咧，中山其實我哋點解要開呢間店咧？因為首先自己先鍾意踩單車呢件事先啦。跟住踩單車過程中，我哋係見到好多有趣嘅事情。跟住我都覺得單車呢樣嘢係一個好生活化嘅嘢嚟嘅。跟住我又係想將呢樣嘢去推行俾大家，跟住大家一齊去，即係去共同去創造呢一樣嘢，大家發現呢個城市嘅一個美好嘅一個事情咯。即係講返我好似之前咁，我係講咗我點解要接觸單車呢樣嘢先啦。即係去其他城市，我都會係去租車去踩，去感受城市嘅。好多地方係踩單車先會發覺到好多有趣嘅店啊，或者係一個景色咯，可以發掘到咯。因為我之前咧係有聽過一句説話，係開車嘅節奏即係速度太快，行路太慢。踩單車嘅速度咧係啱啱好，都係希望有更多嘅人去，即係節奏會慢翻落嚟，慢翻少少去感受城市咯。係啊。这里开可以，我还有4天，要不要出街吧？